再来看风台季要来咯，气象局今仔开风台展望记者会，表示讲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北大平洋的西部只有3个风台哦，比平均4.3个搁较少。如果下半年北大西洋西部的风台形成的数量哦是正常偏少，会影响到咱台湾风台的数量哦，应该是甲以前差无偌济。有气象专家嘛表示讲，今年因为适应现象，风台的强度会较强。每年7月到9月拢是风台季，今年的风台展望，中央气象局表示讲，到目前为止，北太平洋的西部敢若有3个风台，比气候平均达4.3个搁较少。台风侵略台湾的个数呢，最多的几率还是4到5个左右。那这些数字呢，大概是跟我们在统计上一年的这些案例是有类似的。往台湾走的个数也是相当的多，所以平均来讲，我们预计呢，在今年的台风侵台数呢，大概是接近正常值的情况。气象局预估，今年后半年北太平洋西部的风台形成总数是正常甲偏少，侵袭台湾风台数量接近正常。若是7月到9月，台湾气温是正常甲偏悬的几率较悬，雨量是正常甲偏少。若是后半年适应现象恐惊会阁创新悬。气象专家指出，适应甲反适应甲侵袭台湾的风台数量济少无关系，是讲若是适应现象，迄一年的风台强度就会较强。出现声音跟反声音哦，它对侵袭台湾的这个台风哦，它们有一个必然的关系。那在海上的时间比较长，台风的强度就比较容易有好的发展，所以台风强度一般比较强。专家表示，出现圣婴年的时阵，风台形成的位置是离陆地较远，而且风台的强度会较强，而且生命期嘛会较长。大部分拢是长命的风台，呼吁民众要做好风台的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